相信大家都聽咗好多有關零售店鋪、餐廳執笠、樓價持續下跌、負資產個案上升嘅新聞報導，加埋最近失業率開始上升，而同一時間政府又大量吸納優才、專才同埋引入外地勞工，咁多重負面因素夾擊之下，好多香港人最近都瀰漫住好多負面嘅情緒。雖然呢一刻嘅香港的確係存在經濟下行嘅壓力，但係我哋睇呢個問題嘅時候，應該要睇埋其他地方嘅情況，先可以了解到香港係唔係已經玩完。IMD 響6月19號出嘅2025世界競爭力年報，香港嘅排名就上升咗2級，由舊年嘅第5上升到去第3。就咁睇，香港都依然係好有競爭力。同我哋依家日日都聽到出現結業潮、經濟下行負面新聞嘅香港，呢份報告好似係由另一個時空嘅人做咁。咁到底個報告入邊對香港評價係點樣呢？今日我就會同大家詳細咁去講解一下報告嘅內容，睇下我哋同呢個世界唔同地方嘅比較。呢個報告評價咗69個唔同嘅國家，評分嘅內容分開4大範疇，包括經濟表現、政府效能、商業效能同埋基礎建設4方面嘅。以下嘅內容就係呢個報告今年對香港嘅總結。香港喺今年世界競爭力年報入邊排第3，較2024年上升2位。呢個晉升主要係4大競爭力範疇都有進步，反映出政府積極吸引私人企業合作。香港最強嘅2方面係政府效能同埋商業效能，兩者都排第2，顯示公私營合作做得幾袋式。喺經濟表現方面，香港升咗5位，嚟到全球第6。不過細分項目就有啲起伏，例如本地經濟微跌1位至第26，係因為實質 GDP 增長放緩至2.5%，排名由12跌到28。就業情況亦都有下滑，由第25跌到第30，主要係就業增長負0.13%，而青年失業率都輕微上升到9.5%。但係政府效能方面，香港表現非常突出，由舊年第3升到全球第2，證明咗穩健嘅制度對營商環境好重要。調查顯示，無論係法律制度抑或反貪腐方面，商界都俾咗高分，分別係8.19同8.21，滿分10分，證明香港係一個公平透明嘅營商地方。商業效能方面亦都升咗，由第7跳到第2，特別係金融範疇由第4升到第2。例如高管對股票市場表現觀感由第11升到第2，調查得分7.79，而股東權益保護方面亦由18升到第7，得分8.14。而銀行資產佔 GDP 比率仍然係全球第2，高達576%，反映出金融體系好穩陣。基礎建設方面，香港由第9升到第7，包括科學設施、健康同環境都有細微改善。不過最大突破係教育項目升到全球第2。香港學生嘅 PISA 成績比全球平均高近40分。另外，大學教育嘅觀感亦都好正面，調查分數有8.05。雖然大致上香港保持過往優勢，報告入邊有一樣項目，香港係響69個經濟體之中排包尾，就係物價。照咁睇，香港嘅物價同埋人工都好大機會需要有一個比較深度嘅調整，好大機會會重演翻1998到2003年嘅情況。當時香港通縮持續咗5年，樓價下跌咗70%。當時香港人都係非常悲觀。直到最尾係由中國開始放行自由行，嚟自中國嘅購買力將香港嘅經濟慢慢帶出谷底。但係大家都知道，中國依家嘅經濟都係水深火熱，相信再開放更多3、4線城市嘅自由行都幫唔到香港經濟幾多。而真真正正救到香港經濟嘅，就係再做翻一個中立嘅中介人，聯繫中國內地同埋世界唔同嘅地方，做資金嘅集散地。但係而家香港已經2次回歸，響而家中國同美國嘅關係呢幾年呢一個超級中間人嘅角色，相信會好難做。而響冇資金流入嘅情況下呢，好難支撐到香港咁高嘅物價咯。
大家要有心理準備，通縮會持續呢。想買樓嘅真係要諗清楚，唔知你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意見。我哋係時事菠蘿雞，如果你鍾意我哋呢一條片，就幫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。